我係蕭敬強，係太空人們嘅編劇。太空人們嘅主題係無重啦。我覺得而家無論係因為疫情、戰爭、天災或者人禍，好多人對未來都失去咗目標同埋期望。但係同一時間，呢一種未知又好似俾到人一種開拓未來嘅自由。我覺得呢一種感覺同無重其實都好相似。呢個劇本嘅第一稿係喺2021年完成。時間差唔多5年，感受又同嗰時唔同咗嘅。應該話個世界嘅改變令到個問題嘅答案更加模糊，所以我自己覺得喺呢個劇本入邊，希望呢樣嘢係好重要嘅。無論係理性嘅或者係遙不可及嘅希望都好啦，我覺得呢一樣嘢喺個劇本度係唔可以缺少。四維讀劇係小七製作嘅第一個計劃啦。我哋希望透過讀劇可以同大家一齊更加深入咁以文本嘅角度去探討呢個作品，同時都希望借呢個機會去研究讀劇嘅可能性嘅。究竟佢只係一個學術上或者藝術上嘅分享，定係佢都可以發展成為一種獨特嘅表演形式？我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一齊交流下。